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辈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所自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辅导一下结义会见呢。这个结义会见呢，就是其实摩诃仁波切的论点当中就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论，因为他这里呢用真理的这种方式来就是宣说二谛的这个真相。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听解宝灯论和中观转论当论点的时候呢，深深就是了知到这个明眼量和这个深意量。就是如果我们懂到了明眼量和深意量的话呢，那么就是对这个中观以明为实的道理呢，会明白的。所以在这部论点呢，这个虽然不是很多就是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里面的内容呢，就是非常的殊胜。所以这次呢。我们在课外就是每天呢，就是讲几个颂词，就是作为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佛法的这种感应吧，就是奉献给大家。其实这部论点的话呢，我早在大概是10多年前的时候都很想给别人，给大家这个传讲，因为这里面呢。就也讲了很多这个深深广大的这个法门，尤其是通过这种这个4种理或者2种理来进行推断的话呢，在我们相续当中一定会是升起了对佛法的这个真信。现在很多人呢就是缺少这种真知真见，因此呢以理升起的这种定解呢就是极为的难得。所以自己呢也是很早以前的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因缘呢就是比较这个奇妙，就是这个今天之前呢，就是一直没有这个陈述。那么这次呢，就是有个别的道友的一些这个劝请吧，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也共同这个学习。那么这个结义会见的意思呢，就是首先就是讲这个题目题目这个结呢，就是在这里就是了解，就是懂达的意思。那么义呢，就是意义就是我们词句和意义当中的这个意义。那么了解这个意义上面的这个智慧呢，就像是宝剑一样的，因为宝剑呢，就是不管是遇到任何一个事物它就当下呢就是可以割断的。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智慧的话呢，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显宗密宗的这个一切意义呢，就是了如指掌就了解就是一切这个显密佛法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义谛和世俗谛的这些意义的话呢，就是一点就是困难都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众生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全部都是已经这个入于无明烦恼的这个网里面那么这种这个网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断掉呢？应该用智慧的这个宝剑。如果没有智慧的宝剑的话呢，我们众生呢就始终是在这个牢狱当中，始终在这个网里面呢就是拔不出来，就是无有这个自拔的这种能力。通过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呢，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了如是的这个2种量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宝剑那么就是轻而易举的，就是断除一切邪知邪念。所以这个从他的这个题目上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讲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一定会是升起就是最殊胜的这种见解或者是这个定解。其实摩诃仁波切的论点里面呢，就是除了这个结义会见以外，就是还有就是5种宝剑和5种量化，就是5种量化和5种宝剑，其实全部都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教言，就是我们这个藏文的摩诃仁波切的这些教言呢，专门就是做成一本书，就是去年呢在这个学院当中也是给这个供养过这个学院的每位道友但是这个韩文上面的话呢我前一段时间的有一次也是出去的时候顺便就是带上摩诃仁波切的就是教言就是我们去那个青海甘肃那边就是去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去放生的时候，当时我都心里面想，就是这5种宝剑，还有其他的这个5种宝剑和莲花呢，应该就是想翻译。但是现在这个想的太多了，就是这个那这个时间也是暂时不允许。以后有时间的话呢，其实这里面也有非常殊胜的一些这个窍诀，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需要这些窍诀来就是调伏自己的这种相续，就是非常有必要。
那么我们这次这个结义会见的话呢，就是也是简单的这个叙述，字面上的解释，然后详细的呢，我们这个前面也翻译过这个结义会见的讲义注释啊，就希望你们下来之后呢，一边就是可以这个分析，一边呢就是参照那个他的这个讲义，因为讲义的这个作者呢就是是门蓬仁波切的亲传弟子，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也经常呢就是露出了一些就是对这个就是这个作者的这个赞叹，就是所以说这个作者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德。那么首先是这个定理句啊，就是这部论点呢，就是分这个粗义、论义和模义当中呢，首先是这个粗义里面呢也分这个定理句和这个逆式句有两种，中正精短过三义无怀疑，描绘智慧藏文殊尊前尼，那么宗是证明这个宗派的意思，因为所谓的宗派呢，就是其实我们人们的这种通过这个智慧啊，然后较劲了老子去这个研究，最后呢就是到了最顶点的呢，就是每个人就是安立为这个宗啊，就是外道也是认为是他是这个宗派，内道也是这个认为宗派。但是宗派当中的话呢，有正确的宗派和不正确的宗派。不正确的宗派呢，就是这个外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见解啊，所有的见解就是归纳出来的话呢，短见和长见当中。那么这个正确的宗派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小乘到这个大乘之间呢，也有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宗派。其实这个佛教的最殊胜的宗派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乘的这种宗派。那么大乘宗派里面呢，主要就是讲出了一些这个深广的法门。那么深广法门呢方面呢，就是断除了一切这个迷惑烦恼啊，就一切这个过患呢。然后呢，通过这个教量、显量、必量啊，通过三种量，就是这里这三量是或者说是以这个三项推理，或者呢就是有这个三种量。那么这个三种量呢，就是了知这个一切佛法的这个深广意义呢，无有这个任何这个怀疑。无有这个任何怀疑。那么这样的这种这个智慧宝剑、智慧藏呢，就是谁具足呢？就是我们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的重体，就是文殊菩萨具足。因此，这个作者摩诃仁波切呢，就是先这个一切了知深广法门的这个究竟源泉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那么在这个文殊菩萨面前呢，就是也做这个定力。当然，这个简洁呢，就是说明就是我们学习这部论点呢，就是的人啊，就是由这个文殊菩萨来就是亲自这个摄受加持，就是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以后呢，就是也一定要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就是对这个深广法门呢，就是通过这个三相或者是三力呢，就是升起这个定解啊，就是升起定解，前除这个一切怀疑，获得呢就是殊胜的这种智慧，这就是这个定力句的大致意思。当然，这个定力的方式呢，我们平时以讲，就是以前所讲的那样，就是以这个真悟这个见解的方式来定力啊，或者是以三门恭敬的这个方式来定力啊，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按这个其他的论点里面所说的那样来这个理解。那么下面是这个逆式句啊，就是逆式句呢，深广，我是在那个什么上面讲的，宋词上面讲的，深广难通暇，佛教智甘罗，何则欲常平常，何则欲平常，此彼智慧广。这是比智慧广，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深深的法门和广大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实际上是很难以这个通达的，就是在这个佛教呢，就是可以就归纳成就是深深这个法和这个广大这个法。那么这个护主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深深的这个法呢，就是由龙母菩萨来这个进行这个弘扬的，就然后这个广大的这个法门呢，就是由这个无主菩萨来这个弘扬的。那么这两位尊者呢，就是成了这个世间的这种日月啊，就是世间的这个日月。那么这样的这种深深和广大的这个法呢，实际上是很难以通达的。所谓的这个深深呢，指的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这种空性啊，就远离细论的空性。然后所谓的这个广大呢，就是悟道这个实地为主的其余的一切功德。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入中论当中也是这个深深为性空，于德即广大吧，就是于德即广大，了知深广力，当得
次功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寄送。因此，僧圣的这个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空性。那么广大的这个法呢，也就是指的是那个其他的这个悟道师弟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知道了一切这个功德。这样的这个僧广法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概念。任何一个前世积累资粮，具有这个殊胜因缘的这些人，像平常上面所讲的这个佛教的甚深广大的这个法力的话呢，那么必须啊，获得了这个诸佛菩萨和圣者们的这个加持。那么这里作者呢，祈求这个文殊菩萨为主的一切这个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那么通过他们的这个智慧和因缘呢，赐予智慧的光芒。赐予什么的智慧的光芒呢？意思说呢，僧光的这些法呢，在我们世间当中是极为难得的，极为难以通达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这个教法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呢，让这个谁获得呢？就像我们这个学习啊，这部论点的人呢，都应该这个获得的。所以摩诃仁波切呢，给我们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价值，让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真的升起来，这个通达这个僧光二力的这种僧光二法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的光芒呢，融入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话呢，那真的是所有的这个获得当中啊，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获得。有些人呢，经常讲啊，上师你给我加持啊，加持让我开智慧。真的要想让开智慧的话呢，就要学习这样的这个论点。你学习这样的论点以后呢，你的这个智慧呢，自然而然会这个开启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学习，整天都是这个求加持啊，所谓的这个加持呢，是无形的这个东西，不一定得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立竿见影。因此呢，大家一定要学习这么殊胜的论点是非常有利益的。